Google Play 商店 ，Google Play 商店，要下载一个手机哦，旧的手机连接桌上型的电脑呢，都要下载相同的软体。变成那个视讯镜头，就有手机有相机的镜头，用来做配合这个电脑桌上型电脑用的。哦，就是这个要是旧的手机来下载的哦。这个可以连接桌上型的电脑。会断线哦，还延迟哦，各有优缺点。